圳再現新盤，路2萬一單價可以買到。今日呢套313平嘅，總價670萬就可以買到啦，而且4米嘅層高，70年嘅產權，有天然氣，有獨立嘅露台，真係同住宅係冇任何區別嘅。我哋4站到蓮塘關口，7站就返到羅湖關口。隨住港人北上，內地選擇性多，生活享受，只需香港200尺單位嘅價錢，咁就可以買到我哋呢套3000幾尺嘅單位。你會唔會考慮一下呢？人生係為咗享受舒服，揾錢係為咗嘆世界。咁呢套真真正正可以做到3代人同住啦，度假自住。咁我哋270度全落地景觀嘅，望山景，望湖景。亦都有街坊話，其實深圳同香港咧，其實係隔咗個關口啫。如果你唔介意嘅，我哋用多20萬嘅價錢，我哋買個關口嘅車牌，隨時來換香港，咁會唔會更加方便呢？咁20萬呢個車牌價錢，我哋要發展商出，好唔 OK？我係深圳小奶哥，全部發佈真實嘅房源，有興趣嘅聯繫我睇樓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